测低调，确定是非洲猪济。马祖的西迪亚嘛验出阳性，政府宣布暂停猪肉出口。国道就8个车变多，明仔载8面会塞车，会当改走第61线、第9线较好行。行政院长赵永泰去视察马太安溪，讲要起超级报花，未来就有在调防止做大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5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戴芝。新闻头起先来看台中5测低调死去的猪仔，确定是为着非洲猪济。接落来，台湾会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卖暂停猪肉外销。那昨马祖的水老死猪仔嘛验出阳性，即马开始是禁止马祖的猪肉含加工产品卖来本岛甲外岛。伫新冠疫情期间，大家上熟悉的高屏洲现林政委陈市长出现伫非洲猪济中央应变中心记者会，即摆带来是另外一个物种的确诊消息。兽医所已经分裂出病毒，防检署会正式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来通报，台湾有案例。完成了整个确诊的一个程序，依程序来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来通报这一次的一个疫情。那另外我们也会暂停所有猪只产品的一个输出。歹消息是确诊，好消息是，敢若局限伫5测市场已经检测的关联场全数是阴性，全台样本试滴场也拢是阴性。不过农业部知影讲，即阵也是一个稳状期。现在呈现阴性，不代表后续，因为它还有一些潜伏的机会，不代表后续不会再有问题。疫情无摊开的证据，不过也袂使完全放心。政委陈市长讲，目前做生物安全工作，管控车辆人员出入，加强消毒，绝对爱彻底来落实。另外，互媒体问到讲，是毋是来收拾这屎尿，是毋是有信心做到清零，才连续问题。陈市长是安尼讲的。绝对没有所谓的烂摊子的可言了哈。政委有没有信心清零？我想我们团队一起合作哈。你问这句话会害我，你知道吗？我说我要讲说有信心啦，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好。23出现伫马祖北干钦比沙堡海漂猪，确认非洲猪济阳性，防检署也随用警示线给围起来。11月1号，我们为期7天，先禁止马祖上面的猪肉产品，禁止运到我们台湾本岛以及其他离岛。去年防疫成果一日就破了，即阵会用做就是全力围堵摊开，若控制得好，3个月内无新的案例，会用搁再向 WOAH 来申请列做非疫国，也来已经分离出来非洲猪济病毒，会赶紧来进行全基因解码，确认病毒的基因的性别。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和彰化相关的市场目前检验拢是阴性。另外，台中传出载送死猪仔的车后斗门无关，市府农业局讲要发。若高雄是有货车载猪肉，唔配合调查，卫生局嘛决定要发。市场门口挂防疫期间人车管制告示牌，彰化县分恒乡一个亲像非洲猪济案，化这车关联市场是2500只猪，日日由防检署通报有4只死猪。经过采样送检了后，立时农业部宣布，包括本案在内，彰化苗栗等关联场非洲猪济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拢是阴性。那在彰化县的5场，那它检验结果都是阴性。然后苗栗县的有1场，那检验结果也是阴性。那换算下来，它的这个都在2/1000以下，所以它是没有异常死亡，请民众可以放心。台中市府连日提起亲像检测非洲猪济的市场，但是动保处兽医师赶去的时，市主也有特邀兽医师在场。25前进应变所记者会上，农业局行政顾问造成当事人困扰，感觉失礼。另外，前立委陈碧惠伫面切指控日伫台中市太平区太太西路有化这车载送死猪，而且车到澳门无关，恐惊加做防疫抗胖，市府会调查开发。找民间的这部化制车的那个车主会来，我们如果笔录完了以后，我们如果认为违规，要开罚2万以上跟10万以下的罚款。23有一台大型货运货车为彰化载送亲像非洲猪济肉片去高雄，卫生局接到通报去查，不过业者一开始规避调查，无愿意讲出货车去向，经过强制要求者配合封存清销，市府决定要罚。货运业者刻意规避配合调查，可能造成高雄市食安风险增加。卫生局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款。婚姻官7年前禁喷市地，高雄市最近也决定要第二做，也毋过中央由外部禁止。农业部认为，县市自主防疫各有考量，无外界积极无强调问题。台中市府是讲也在评估。自己决定自己的动物防疫政策的时候，那其实是有自己的考量。那大概就是现在状况，没有所谓的同调不同调。我们会收集各方的意见哈，那以及看执行的情形啊，再来做最后的决策。环境部强调，喷气化管道有望维持旧的模式。最近也会稽查全国市场监视有头用喷，违者会以饲料管理法、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加废清法违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是连假第2天，国道上北的车开始变多啊。高公局以高明仔载国道北中南上北拢的一车阵，若要上国道1号甲3号会当改走第61线。宜兰往台北改走第9线，较袂塞车。排队也是排队，家己有名火鸡肉饭店头，只要连假就会出现这款的景象。无论是想要来底食，还是早顿去，在地民众也是游客，买食火鸡肉饭拢爱来排队，佮加上非洲地震影响，人增加袂少。应该还是会吧，大家还是会怕，会怕哈，所以人比较多了哈。对啊，还没无关。低含鸡无关系啦。还没无关系，只要你的交通会比较排队。因为猪肉的关系，说特别吃鸡肉这样子。对啊，牛、猪、鸡都吃啊。来去数比起平常加2成，店头备料也增加。虽然民众普遍无烦恼非洲地震，也毋过店头明显感受到差别。比鸡肉饭少一点啦，嘿，火鸡肉饭是比较多人吃的。点猪肉产品的东西的客人相对会比较少，嘿，因为其实有的人会担心说，就是他可能吃到猪肉会有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猪肉的相关的品项的部分，其实很明显就是有稍微减少了一点。今年最后一个连续假期，民众把握机会出门，国道部分路段也出现车阵。下昼3点以前，各个北向雪山饭坑部分通过量比去年同期增加2%。连假最后一日，高公局有高中道过了后，北中南拢会出现北向的车阵。像是国1的苗栗至湖口，国3的关西至大溪，以及国5的宜兰至坪林路段。中午过后都会陆续出现北向的车潮。中部地区车侪状况会出现伫国1西里到埔盐，参国山德山到中兴顶4个路段；南部是伫国10西向金埔到左营路段下昼会有车侪情况。高公局提醒，要行国1、国3会当加利用第61。宜兰往台北改行第9线，避免车伤侪去踢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真正是食饱伤用出头了。台湾光复80周年，中国煞讲要设立纪念日。刘伟辉强调讲，这光复节和中国无地带。另外，国民党的朱立伦批评赖政府，因为政党意识形态甲历史放袂记。赖总统赖清德是伫咧面册铺文，讲保卫台澎金马的心毋捌改变。台顶唱国歌，台下也有民众打扮做黄埔军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举办活动，庆祝台湾光复80周年。针对中国人大表决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引起国内讨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出的是有关声音，强调无8年抗战胜利都无台湾光复。今天不应该因为政党或意识形态而忘记我们的历史，甚至有人还敢扭曲我们的历史，说台湾没有光复。难道我们还是殖民地吗？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大家说对不对？朱立伦阁指出表示，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也毋过话一顿呛赖政府扭曲历史。对此，总统赖清德伫面册发文，也毋过一字拢无提到台湾光复，是抛出家己穿军装的相片纪念家己头战役胜利，表示金门故事都是台湾的素影，保卫台北金马信念毋捌动摇。中共吃台湾豆腐，无所不用其极，透过光复节纪念活动跟蓝白唱双簧，塑造两岸同属一中的假象，有损台湾国际地位。希望蓝白不要再呼应中共。针对中共抢夺台湾光复危机权，刘伟辉表达强烈不贴，其光复节甲中共拢无关系。另外，台湾基进联手立党，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时代力量控诉台湾光复是严下式国平，要将台湾问题内政化用魔。这个接管变成列绝，变成殖民，变成屠杀。台湾没有迎来光复，而是迈入
文明倒退的黑暗时代。另外，中共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台湾方面有统一人民党永副主席戚家林、前立委区家等人参加。馆长陈志涵也去中国参加台湾光复纪念活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办台湾光复纪念大会，为着要阻挡公务员违法去中国，咱陆委会就宣布，明年7月开始，公务员去中国就要先通报，若无会处分。不过，立委批评这款规定是太假教教，颠倒影响学术交流。为阻止公务员违法去大陆进行一直发生，陆委会讲会公布修正公务员赴陆港户相关规范，后续将学校公务员落实。相关公务人员去大陆要经过许可，等下台湾也通报事由甲行程，维持政治重大100记200代个免责，要在明年7月14。有特定身份的人，不管是我方的人还是对方的人，都会给予特别的规范限制。这个是基于两岸交流在一个对等、和平、尊严的基础之上，我们希望不要危及到国家的安全。根据陆委会公布的建议定措原则，违规包含无经过许可去大陆等台湾无写赴陆人员返台通报表，等台湾古站或者是无详细说明事由甲行程，基层违规300记100代句，各界违规100记200句。不过，在野立委质疑，可能无效果，个扰民，甚至出现寒蝉效应。目的就是要让学术界要晋升，制造更多的寒蝉效应。未来即使有学者前往大陆交流访问，也会被贴上标签，形成自我审查的机制，变成是在台湾内部找敌人，而且也在升高两岸的这个恶意的这个螺旋。请陆委会不要一直只是在制造两岸的这个紧张。陆委会回应，交流化条例第9条规定，公务人员去大陆，按照这点关系无同，要经由内政部或者是服务机关许可了，才能去大陆，是落实法律规定，各配合人事管理措施，依法行政。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行政院长杜永泰去花莲视察，杜永泰讲要伫咧马太安溪去超级爆发，未来就有摘掉防止做大水。另外，目前马太安溪和立木溪邦山湖拢是稳定咧下水，杜永泰是要求要想办法引流，才袂做水灾。溪水一直为下面的盐坑流过，四颗肥也阁有怪手，当咧拍拼搜寻。行政院长杜永泰车队到位顶面变道通行。杜永泰25去花莲视察之后，互关进行。第一站就到马太安溪临时变道，观测爆花搜寻，甲邦山湖后手顶问题。强调会全力支持马太安溪整治计划，也只是伫明年风信期进前，要将爱完成的工作做好。无论是特别预算或是公务预算，行政院全力支持。我们现在跟下一个防汛期做比赛，明年的防汛之前该做的工作全部做好，该有的交通建设恢复全部做好。马太安溪更变道长咧去，预计明年春节进前完成。杜永泰也宣示，会伫马太安溪南环比较北环起新的超级爆环，要完成100年大水频率顶级的防洪计划。建立一个8公里长、150公尺宽。5公尺深的一个深水槽，那这个深水槽理论上是可以让我们100年平率的水量容纳在这个深水槽，为原则。希望说在明年汛期来以前能够至少完成一部分的这些拦沙，让这些土沙不要在很集中的同一个时间来往下移动。另外，马太安溪邦山湖目前雨水稳定流出，另外一边立木溪邦山湖坝底稳定泄漏，厂商已经进场替坝体降雨加导流，也毋过对永泰有关要求设法引流邦山湖，唔通互历史搁发生。院长帮我。报道昨日大厦顶前，杜永泰到光复大专活动中心关心受伤灾民，也毋过各传道务联名表达。中计处选址无符合部落需求，申请条件无应该局限处毁损的人等诉求。希望中计处立风险评估，也毋望部落集体安置。杜永泰是答应一定听部落意见，也提到中计处毋是永久处，会有长期安置计划。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北部连续一礼拜龙上大雨，新北有社区的冻土壁全放落厝起，弄着下骹工具，加载无人受伤，目前是撤离108人。若这冻土壁若要定做好势，互居民转来住，可能阁爱开2-3个月。
徛伫红树山外口看图就一直出来。8日早起，我近7点，新店锦绣社区民众赶紧伫锦绣路49巷的动图壁出来现场关心。沙石在滑动，这个声音沙沙沙。看过没有多久的时候，就轰了一大声，震动很厉害，好像地震。早起10点，公务局会同施工的厂商、公所甲结构技师到现场建议。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改变行程到现场来勘灾。豪大雨带来整个边坡的地方，因为湿很重作为这样层滑落的状况。那其实我们早在2天前，我们针对锦绣跟碧鳌山庄，就特别来做好整个完整的监控。那这2天看到整个监控的状况是有变化的。对空气画面看到锦绣路49巷动图壁因为下层倒落来，造成顶层也起掉，有2号地基落空，挖动图壁边的走廊甲阳台厝倒来，57巷的动图壁也斜倒来，讲到下面一栋5层楼的公寓，拢有明显的损失。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讲，离市通报市府，区公所伫离市铁离40户90人，25拜六搁再针对上边坡铁离8户，总共是108人，其中挖苦亲人的有93个人，去大旅馆的有15个人。有个阿姨还在里面，可是她是走不，她好像行动比较不方便，然后已经背下来，也跟我们一样，现在在委员会里面。8日下晡后，看到怪手开始甲动图壁顶面贴加这物件，甲刷掉。土木技术工会讲，也要避免继续让雨水渗漏到边坡，并且伫基础来加强固定。未来的话，那么考虑这样子基础的话，必须从低处的挡土墙呢重置或者是补墙来，再慢慢往上做，同时维护锦绣路跟上边坡那几户住户的安全。避免灾难扩大，侯友宜讲未来继续针对动图壁做好强化。技术工会是评估，若要恢复到会使转来大，需要2-3个月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 APEC 会面，川普讲这届会讲到台湾，嘛要求中国甲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雷智英放出来。美国总统川普离世暗时对北京出发进前向记者讲，有加伫甲习近平会谈中会讲到台湾问题，也讲已经尊敬台湾。Well, I'll be talking about Taiwan. Won't be going there, but I'll be talking about it. Won't be too far away. A lot of respect for Taiwan. 川普对台湾的关心，最近大部分锁定伫台积电的晶片甲半导体产业。2024年底，川普8点名台湾抢走美国晶片生理，并且讲要提关关税。也若川普这礼拜早前讲，有计伊甲习近平会面时，会讨论中国对台湾的领土野心。不过，对着是毋是有期中国会用贸易两步来换取对台湾更加大控制权的问题，川普是回避无讲。一个无具名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讲，除了贸易，中国企图出口管制。为罗西亚石油以外，川普无意讨论其他议题。若习近平主动讲到其他议题，川普已经准备好，再讲到美方固有立场。因若台湾的议题，这个官员讲无法度有了2个人讨论的内容。除了台湾问题以外，川普也讲可能对习近平提出要求释放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雷智英。77岁雷智英和中国香港政府以港区国安法内底串谋勾结警官势力罪名起诉，也被控串谋出版煽动刊物罪。对2020去年12月以来，已经向家己一人关押将近5年。And it's on my list. I'm going to ask. Look, they're big enemie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You know, Jimmy Lai, and President Xi are big enemies, but it's been a long time, and it'll be on my list. 川普离世暗时启程飞往亚洲，要展开第2任期以来上长的海外行程，此行的访问马来西亚、日本甲南韩，其中上受注意的就是有定30伫南韩釜山 APEC 期间甲习近平会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讲，川习会将是场边的会面，临时正式会谈。不过，川普后来讲，2个人会进行真长的会议，以便来处理美中中间真侪问题、疑虑，还有真大的资源。港视新闻郑婉琴编译。台湾冬季游行起鼓，今年估算有13万人参加。因为正是昨晚有工作人员表态反对跨性别者免做手术就改换性别，现场就有人咧抗议。若主办单位是搁再回事咧。新办的进步骄傲桥伫台北市政府前的空场内升起来，来自台湾各地甲世界各国游客拢来到彩虹市集，还有主舞台头前。2025台湾冬季游行无受到天气的影响，热烈登场。来自美国学生，先生是台湾人，这是伊第15摆参加。
Society here is amazing, and I think every year it just keeps getting better. This is my first time attending the gay parade in Taiwan, and it's so nice because there's a country that's fighting for our rights. 就跟一般的游行差不多，对，有男生比较多啦。其实女同有我自己都有发现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互相理解嘛。游行队伍下晡2点半出发，以南北2路线进行，有26台火车伫轨道上沿路不少民众来赞声。前总统蔡英文3点半时带伊的狗仔乐乐甲往来妹，伫个敦化南路向游行队伍来致意。主办单位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讲，今年以超连结跨越标签、理解差异为主题。不过，当这个协会理事长致辞时，有跨性别的人为进前协会某工作人员讲反对跨性别者免说换证这件代志，无得到完全的尊重，结果伫大卡抗议。我在这边也要代表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在这边跟每一个人道歉，因为我们让一部分的朋友感觉到了被排除和忽略，这些都不是我们想要发生的事情。协会为此，搁在下室内也讲，正出现一寡加少支持同志权益，却是分化成多样的社群。各性别团体，这拢是主办单位，希望大家能斗阵行上轨路，且保持冷静，并且互真正连结，伫互相的差异之中来理解每一个人的无同。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国家两厅院有2出剧场是真特别，用塑胶和金标做主题，甲日常生活的元素转做艺术，来回应信仰、产业甲咱徛起的这片土地。稍等下7点半，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带乡亲做伙来感受咱的土地、咱的声音。舞台顶打击的乐器，讲出声音，用剧场去做出想象的空间。国家两厅院今年idea实验场有2组创作的团体，甲台湾人生活当中真熟悉塑胶甲庙宇，行做创作的主题，亲像试用机，用声音让观众重新理解对庙宇的想象。第15签，这个主题是甲宫庙文化有关系，我就用声音来起一间庙伫这个黑盒子内底。你就会当想象这个宫庙的样子。为了把真正的感受搬起入舞台，赤白准工作室的统筹张彦婷甲共同的创作者张雅纯，因去做电影调查，记录石化产业对宜兰带来的变化，也有居民伫咧历史的变迁当中，因的感受甲影响。宜兰吼讲无爱留轻这代志遐有名，然后去看卖讲后面佫有发生啥物代志，哦讲有后面的人讲安怎想。我希望观众朋友看了列单场了后，会对于阮逐工用到的遮物仔，也是生活中发生代志，会感觉好奇。会想要去知影搁较侪代志。艺术家希望观众伫咧剧场内底重新去思考、感受每一天用到的塑胶，甲去庙里拜拜的信仰，这个是安怎伫咧咱心内定根。看到做一咱想袂到的方式，伊拄啊算遐，啊，我都甲一个伊的信仰做一个表演传达出来。这是我感觉即摆咱台湾这几年的文化，愈来愈看会到的。不是自己家里地，我每块地。这阵艺术家用电影、声音、甲舞台，甲台湾日常生活内底上事上的代志，带清在不妨要义的记忆重新展开。伫国家两厅院的舞台，要互大家对塑胶、庙宇、土地也有生活，会当有更较侪想象甲幻想。记者洪兆生、吴一修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2度到24度，中部地区22度到31度，
南部地区23度到37度。东部地区23度到30度，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帮》，我是陈怡，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